男人就要做呢種對抗性嘅運動。真正嘅男人從來都唔會手下留情。你諗辦法打低我。嚟啊！嚟！我犀唔犀利啊？下一個條路。哦。停！落嚟，睇我跳。咁跳。好。呢度囉柚要壓落去，然後大腿發力，核心收緊，跟住向上，揈兩嘢。阿叔，點解你食埋個精啲得㗎？笑乜嘢啊？做啦，100個最基礎嘅。哦，快啲！1、2、2.0、2.0㗎，2.02、2.03、2.04。偉哥，我口渴啊！飲水飲水。偉哥，你飲唔飲啊？我好肚餓啊！食飯啦！